雖然香港而家已經處喺一個營養過多嘅情況，但係仍然有好多嘅父母都係好擔心細蚊仔咧，或者自己咧喺飲食裏邊嘅蛋白質唔夠。我哋而家面對係好多嘅慢性病，除咗肥胖、癌症，仲有三高症、心臟病、糖尿病等等。原來研究已經證明咧，呢啲嘅病咧係同我哋喺食物裏邊有太多嘅動物性食物、太多嘅精煉米麥白糖，同埋咧係太少嘅蔬菜水果有關。好多人嘅誤解就係以為要食好多嘅動物性食物先至有蛋白質，而且以為咧食多啲係仲有益添。原來啊，世界癌症研究基金會咧喺2007年已經開始講，就係話唔好食咁多嘅糖同埋肉啊，要食多啲嘅蔬菜水果、全穀同埋豆類先至能夠防癌嘅。咁啲紅肉咧特別咧係咧要減少進食，每日咧唔好多過食2兩，仲要避免係食加工嘅肉類，即係唔可以食嗰啲香腸啊、火腿嗰啲食物。仲有咧，盡量咧係避免食咁多鹽嚇。好啦，咁但係以現時香港嘅情況咧，我哋研究所得就睇到啲婦女佢喺懷孕前只係需要40克嘅啫，即係如果以一個50公斤體重嘅婦女嚟講咁咧就懷孕期需要係多啲，都係需要60克啫，就算哺乳期都係需要60克嘅啫。但係食到幾多咧？食到咧係90克，甚至咧係120克咁多。咁即係話咧，佢哋所食嘅食物裏邊咧係含有係太多嘅蛋白質啦，而且咧啲蛋白質嘅來源咧就係嚟自動物性食物，以至咧佢哋嘅纖維咧係好少啦，起碼需要30克，但係得到嘅只係得15克。我哋嘗試下幫助大家去學習計算一下，你飲食裏邊有幾多嘅蛋白質，係唔係太多？唔係好難嘅啫。我哋咁樣計嘅蛋白質一份我哋要7克，7克蛋白質就一份咁原來一隻普通大嘅雞蛋咧就有7克蛋白質咯喎，一杯牛奶咧就係含有7克蛋白質啦咁好啦，如果講豬肉嚟講咧就係呢一個份量啦即係25克。另外咧就係呢一個55克嘅豆腐都係含有蛋白質嘅。好啦，咁咧就喺呢個懷孕期同埋哺乳期嘅蛋白質，咁有人就建議啦食多啲咁點食法嗱，你要計算6至7份咧就喺肉嗰度嚟，2份咧就係牛奶嗰度嚟，或者咧可以用雞蛋同埋代替品嚟去考慮都得嘅咁。但係因為好多人都未必明白咩叫代替品，咁如果真係好似根據呢個建議咁，咁食7份肉都得好啦，咁我不如就食一塊豬扒啦，簡單啲啦，跟住咧就飲下牛奶或者食下雞蛋啦。其實咁樣食法已經係超出咗你身體所需嘅蛋白質㗎啦，因為你仲有食飯㗎嘛，食豆㗎嘛，係咪啊？或者你嗰日咧又食豬扒又食魚咧，咁真係咧係遠遠咁樣係超標啦。如果你懂得乜嘢叫做代替品嘅咧，咁我哋睇下，原來呢個每一個圖都係代表咧係7克蛋白質嘅，即係話4塊豆腐等於一隻雞蛋咁多一碗飯就等於一隻雞蛋咁多嘅蛋白質，係咪？所以唔難得到㗎。就算我唔食肉、唔食蛋、唔食奶，我有飯、有麥皮、有豆有豆腐、有埋堅果，咁呢個蛋白質已經係好足夠嘅。當然有人認為咧就係奶、蛋、肉就係優質蛋白，其實佢意思即係話一種食物就已經含有人體所需要全部嘅氨基酸，而植物性食物咧就未必有一種食物就可以包含晒所有嘅氨基酸。但係奶、蛋、肉佢冇講到就係話你食咗呢啲優質蛋白之後對你身體健康點樣食得多會唔會即係致癌，即係容易有癌症好似頭先所講咁食得太多咧就未必係好噶嘛，係咪？好啦，咁另外一種優質蛋白質咧就會咁睇嘅，就話你係多種嘅植物性食物夾埋一齊就可以有全部嘅氨基酸，同時可以提供咧其他營養素，包括纖維啦、
益生元啦，益生元咧就喺纖維裏邊能夠咧係幫助到我哋身體益生菌嘅滋長嘅，有維他命 C 啦、植物營養素啦、抗氧化物質等等，咁呢啲都係幫助我哋咧係抗病同埋抗咧呢個慢性病，亦都冇飽和脂肪酸，所以對個心臟咧係非常之好嘅。好啦，咁我哋睇下，同樣都係提供500卡路里嘅，咁我哋就選擇2份食物嚟比較，一份咧就植物性食物，一份咧就動物性食物。佢哋大家都可以提供同樣份量嘅蛋白質，但係你睇到咧喺呢個膽固醇方面脂肪方面咧，植物性食物裏邊咧係好少嘅。乜嘢多啊？胡蘿蔔素纖維、維他命 C、葉酸、維他命 E， 呢都係重要嘅但係都係好多喎，唔使驚喎。鐵質都係好多㗎，唔好以為即係呢個豆菜係冇鐵質咁而且鈣都有添鈣鎂都有，所以呢啲係好多人係未必知道嘅原來植物性食物除咗有足夠蛋白質之外，仲可以提供有咁多營養素俾我哋。咁而纖維咧就係邊度嚟啊？唔使講都知道啦，係咪？牛奶、雞蛋、肉又點會有纖維咧？就係只有呢一啲全穀類菜類豆類根莖類水果類先至有噶嘛，所以就係必須要食多啲呢啲先得嘅。好啦，我哋廣東又中意飲個湯眉豆花生你唔一定要加雞腳同埋肉咧，都係好味嘅而且咧呢個湯用咁樣嘅份量少少一執嘅豆一執嘅花生，已經提供14克嘅蛋白質噶啦，就等於2隻雞蛋咁多蛋白質噶啦好啦，呢一株豆腐輕輕咁樣配一配搭啲豆豉炒下南瓜番茄仔好好味，好容易做，就已經係有4份嘅蛋白質啦即係話係有等於4杯牛奶或者4個雞蛋咁多嘅蛋白質。好啦，一個2歲嘅細蚊仔平均體重咧係12公斤，佢需要嘅就係14克蛋白質。5歲嘅細蚊仔平均體重18公斤嘅，需要20克蛋白質。咁即係話簡單嚟講，2至5歲係需要2至3份蛋白質啫。咁你記唔記得2至3份蛋白質即係一杯豆漿4片豆腐1碗飯就已經係超過呢個份量咯喎，係咪啊？所以喺即係香港社會咧，真係好難咧係攞唔到係足夠蛋白質，除非你真係唔識食嘅啫咁咧就喺食物短缺嘅社會，譬如喺第三世界真係咧3餐都唔夠飽嘅，咁就先至要擔心所以我哋嘅研究喺84年嘅時候咧，已經睇到咧，由初生到5歲嘅細路仔咧，平均食物裏邊所得到嘅蛋白質係遠遠超過佢個身體個需要㗎啦。所以你可以想像今天我哋嘅細蚊仔所食嘅食物裏邊個蛋白質係有幾多啦？唔需要過多㗎，好容易得到足夠㗎。你落揀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總結，如果你係好中意食大魚大肉嘅咧，咁我恐防你所攝入嘅蛋白質咧係好容易過量啦，亦都容易患肥胖同埋三高症啦。記住，我哋唔好再掛住我哋又驚營養唔夠，因為而家我哋所要驚嘅就係營養過多。健康素食都可以得到足夠嘅蛋白質㗎，只要你識得配搭就得㗎啦。所以希望大家咧喺能夠享受食物嘅同時，都唔好咧係患咗呢啲不必要嘅慢性病。